成軒和獨角獸好朋友去旅行。作者 Philip Lowe。在機場，保安員禁止動物登機。成軒未能和獨角獸一起搭飛機，於是成軒帶了獨角獸上洗手間。成軒說：不如你變透明啊，保安看不見你，你就可以登機了。獨角獸隱形了，成功登了機。獨角獸和成軒一起乘飛機往日本。獨角獸和成軒去吃壽司，然後他們一起去5星級酒店休息。下一站，他們飛往英國。